基美医学中心精神医学部的部长林建和表示，过去被称作精神分裂的思觉失调症，其实是一种大脑当中多巴胺失调的慢性疾病。朋友虽然会产生幻听或者是幻觉，但只要良早的治疗、规律来用药，还是会当维持原有的认知甲生活功能。对此，基美病院甲卫生局来合作，共同走访思觉失调的社区个案。希望透过病院甲卫生局的照护，协助个案会用的回归家庭甲社区，互民众会用的安心。思觉失调症其实是一个慢性的疾病，那在我们出院之后，其实有一些状况其实一直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哦。那包括就是一些病人就医上的困难，还有家属照顾上的困难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计划呢，是刚好是因为健保局有这样的一个方案，可以让这个治疗部分可以延续下去。那我们希望是社区当中有一些精神疾病人，不会因为说害怕自己，不知道害怕自己的一个疾病，或者是说家人不知道怎么样求助哈，就没有办法得到就医了哈。那我们希望是，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的方案可以帮助这样的个案啊，我们只是希望你们能够站出来啊，及时的就医，让这些个案我们就会做更好的服务。病人总是需要回到社区嘛，因为他的家就在社区里头。那回到家之后，其实担心的就是他可能不愿意吃药了。在医院当然吃药都没有问题，因为医疗人员的协助都可以吃药跟打针。但是回到家之后，往往那个最重要的照顾者就是家属，好爸爸妈妈。但是我们现在有个社会现象就是双老、独老，很多独居的好的病人也会老，然后我们很多病人都40-50岁，他的家人可能都是70-80岁，甚至更老了，其实也很难有能力好好照顾他们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呢有成立社区心理卫生中心，我们有所谓的心理卫生社工、关怀访视员，还有我们卫生所有公卫护理师，就是要来在社区里面定期的去关心。好，然后追踪陪伴他们去就医，然后叮咛他们服药。好，那如果说有一些症状的改变，我们可以提早的把他们就是说带到医院，跟医师做一些讨论，调整药物。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维持他们在社区稳定的一个医疗，不要让疾病持续的复发。这项病院跟卫生局的合作，共访思觉失调社区的个案，对去年8月到现在，总共执行将近100处的访视。医师表示，思觉失调的朋友，如果中断用药，或者是无稳定接受治疗，或法律是稳定治疗者的5倍。因此，针对个案伫出院后3到6个月个案追踪甲访视的照护，就真重要。计划是要解决思觉失调症病人出院的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不能出院，第二个问题是不敢出院，第3个问题是不愿意出院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健保局补助的论职给付的方案底下，我们聘了个管师，那么我们的医师跟个管师，那么会到这个社区，到病人的家中去访视他，提供支持，提供诊疗。那同时呢，卫生局那么它也有很多的社工、关怀员也会一起协同来努力，构成一个绵密的关怀支持的网络，让病人在家里头不孤单，能够顺利的来接受治疗，在家顺利的生活。这项的合作包括卫生局长苏世斌、甲基美医学中心的院长林鸿龙，嘛拢到场表示支持，希望透过多元的管道，协助思觉失调的朋友，会用在中心融入社区，袂阁再被污名化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